時間過得好快，我哋一系列嘅培訓已經嚟到尾聲啦。其中最令到我印象深刻嘅經歷就係 AI 生成式數碼媒體創作嘅培訓。嗰一日，我真正咁樣認識到人工智能係點樣改變我哋創作同埋學習嘅方式。我透過親身試用 AI 剪片工具，我體驗到點樣用簡單嘅指令就可以完成到影片嘅裁剪、自動生成、字幕同埋特效合成。最令我震驚嘅係 AI 而家唔單止係工具啦，佢更加係一個激發我哋創意嘅夥伴，佢可以將啲抽象嘅概念轉化成為生動嘅影像。我深信科技應該係要服務人類，而唔係取代人類嘅。喺呢個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嘅時代，我哋更加需要培養嘅一啲冇辦法被人工智能取代嘅能力，例如係批判思考、價值觀判斷，等我哋可以善用科技。回顧所有活動，無論係網絡安全同科技犯罪嘅講座、TVB 嘅媒體素養培訓，定係毒品調查科嘅講座，每一次嘅經歷都大大咁樣擴闊咗我嘅眼界，等我更加全面咁樣認識呢個新時代嘅機遇同埋挑戰。作為公民教育專員，我承諾以科技為筆，以良知為墨，書寫一個屬於我哋嘅公民教育新篇章。等我哋一齊努力建設一個科技同人民並重、創新同倫理共存嘅未來社會。我深信真正嘅成長係學以致用，真正嘅公民教育係由自己做起。衷心感謝主辦機構給予咗這次咁難得而寶貴嘅學習機會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